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台湾问题，针对美中关系，拜登伫记者会嘛表示讲，美中同意恢复军事沟通，中国政府嘛来打击芬太尼这款止痛药剂走私去美国。也毋过美中并无发表共同任何的声明。美国总统拜登迎接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握手问好，要甲五秒钟，要让这阵行到建筑物的大门头前，对着镜头拍招呼。受到全世界注意的拜习会，15日伫美国旧金山一座历史正久的费罗里庄园举行。美加4年整的会谈，拜登伫记者会对这边的峰会成果表示真满意。We're reassuming military-to-military contacts, direct contacts. As a lot of you press know follow this, that's been cut off, and it's been very worrisome. That's how accidents happen, misunderstandings. So we're back to direct, open, clear, direct communications on a direct basis. 拜登也讲，伊向习近平提供被关押的美国公民的姓名，希望能赶紧释放这寡人，不过双方无达成协议。拜登也回应关于以哈战争的问题，伊讲，只有哈马斯伤害以色列人的能力降低时阵，以哈战争才会停止，并且承认唯一上要的解决方法是两国方案。这是中美领导人1年半以来第一遍面对面交谈。除了缓解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中国政府也严厉打击芬太尼的流通。想改变对抗的不切实际，内部对抗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我还是那个看法，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拜登两个人伫咧峰会结束了，沿着庄园散步开讲。当记者问会面的重点，拜登是双手比赞，回应讲真好。但是拜登伫尾下记者会，依然认为习近平以一个人的力量治理国家，所以是独裁者。因为 APEC 会场外口有真侪示威民众要求取消这边的会议，因批评 APEC 根本就是贪腐政商大拜拜。We're out here today to stop APEC from happening because it's just a bunch of corrupt, rich CEOs that are coming out here learning how to exploit from one another. 示威民众也呼吁以下赶紧停火。另外，也有几百位反对习近平的民众手举着西藏的国旗，大声喊“西藏自由”等口号，伫习近平的暗暝会场外口抗议，并且甲在场欢迎习近平来访的民众当场伫咧唱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